透过公司第一台和华视频道，咱做伙来欣赏这场这个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和巴勒斯坦的这个比赛哦。今日是阿明、张伟明和咱的国洲老师做伙来报这场比赛。国洲老师你好，阿明好，各位观众午安。哇，老师哦，咱讲到这场比赛吼，咱真正好好来欣赏一下吼。咱这回咧吼，分伫咧这个 B 组咱讲今日对象就是巴勒斯坦，港组也有南韩，有香港队啦吼。相信伫第一场吼，咱这个经验应该是概括啦吼。尤其咱讲巴勒斯坦这支球队吼，是伊参加这个西亚吼，摕到这个冠军了，要和咱对战，不是个咧。顶回吼嘛，和咱来做对拍啦吼，但是当阵是19-0。尤其咱讲吼，这回这个比赛，咱嘛真正有真侪好手吼，尤其是这个野手的这部分，拢是来自咱这个业余的吼，真正好的这个选手，这个合作金库啦、台中、台秀、霸良，也有这个吼，咱讲这个其他的台电的这球员，另外咧，伫咧投手的部分。咱嘛有真侪这棒球的这球员来做来做应战哈，尤其是咱这个中信也好啦，统一啦拢有派出人选，尤其今日这先发是来自国外咱今日看到这个是林胜文要来做主导啦老师来看，咱今日这个规个布局要安怎来做咧？咱主要因为这个亚洲锦标赛目前无属于这个一级赛事啦，尤其咱拢知讲。古早亚洲杯会重要亚锦赛重要，主要是讲伫即个奥运的前一档伊要来决定即个参赛门票，所以会较重要。自从即个2008以后，以后奥运取消，敢若尾敢若一件尔嘛，敢若2020，要延到2021的即个东京奥运，所以自迄阵了后，咱所谓亚洲锦标赛。就无法重要，无法重要，就是讲大部分是业余的啦，是社会人啦，大学球队来拖经验的啦，包括讲即届6位扑落的6位扑落，国内3个，里外有3个，里外有日本2个，是。今仔即个林胜文就是来自美国的，伊即个红人队是。有影，所以咱讲到这场比赛派出嘛是真好的这个选手好好来应战。老师头嘛甲咱讲到这个亚洲锦标赛过去和这个奥运较有相关系啦所以这个赛事比赛就分坎但是咱嘛看到讲，虽然是专业羽的，但是咧伊嘛是真正有经验比如讲，这回担任这个咱的 Captain Taiwan 是这个陈敏树敏树过去嘛是有这个国外这个棒球的这个经验啦咱嘛看到讲这回咱安排出来这个打算嘛是真正真丰富啦咱讲到这个。专业有的这选手内底，其实参加过亚洲杯锦标赛这个棒球这个部分嘛是有真侪人所以有的人应该惯习这个国际大赛这个经验有影咱当好好来欣赏这场比赛啦今日透早有另外一场比赛已经结束这是伫咧 A 组的这个比赛日本呢是打败这个菲律宾18-1啦这个分数是有哪较这个。咱讲差距较大的，咱嘛会当望讲这个因为这个比赛咧是有这个提早结束比赛，咱讲到5局，你若是赢15分，若是讲第咧7局赢10分拢会当来考倒这个比赛啦过去咱嘛有讲到19-0是有进前咱台湾对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战绩可能咧，老师咱来看这回有可能咱伫咧5局还是7局会当提早。应该无意外，拢会提早结束啦。无意外啦，所以咱讲到这个咱的这个比赛内底会当好好来欣赏一下，咱到底是毋是会当伫咧这个比赛先摕到咱讲今日这个比赛是伫12:30开始啦明仔咱要出战的就是这个韩国队啦有影咱看到讲这个球场啦哇，这个风势风台的关系啦，咱看到讲这个咱台湾嘛是受到这个风台这个影响，外围环流较济啦咱嘛看到讲中国福建平潭这个所在，同款风势这个影响，是毋是会影响到讲咱这个供球出去？可能有一寡嘛是会收臂啦主要讲外野会收臂因为球飞悬迄球乌兰杯爱较注意一点有影所以这个受到这个风台这个影响，可能咱的这个守备位置嘛要好势咱今日是先讲咱讲到咱今日安排出来是1番陈浩稳2番是潘俊武，3番是陈敏树，4番是高玉伟，5番是杨振如，6番是李益伟7番是蔡地如，8番是蔡伟泰9番是林武力这是咱先讲的这个先发打数。
另外来看到讲对方这个手臂吼，因排出来这个投手是 Steven 吼，这个 catcher 吼是 Tarika 吼，这个一垒手 Romesic 吼，这个咱的二垒手吼是 Charles 啊，因为这个三垒手 Dylan 啊，short 是 Jacobo 啊，咱这个外野手咧分别是 Tarik 哈 Hassan 甲 Eunice 啊，这是因安排出来这个手臂。其实咱看到过去吼，每一届的亚洲杯啦吼，亚洲锦标赛吼，咱也看到主要是三强啦，主要就是台湾、日本跟韩国这三强，吼。咱也看过去摕到冠军31届，咱摕到5届，咱摕到5届，韩国摕到8届，是，日本人摕到19个款吼，对，日本摕19届，是，菲律宾摕到1届。哦，1954年头一届因办的时阵，因摕到这个第一届这个冠军啦吼。啊，不如讲咧，今仔日头拄嘛讲到，菲律宾今仔是摕到1分，面对对手这个日本，因是18比1输去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其实伫咧亚洲的这个咱讲三强内底吼，真正是三强鼎立咱台湾和这个韩国、日本尤其咱讲到去年延续12强，今年咱搁拍主决赛，明年上场的比赛也是这个世界经典赛。世界经典赛嘿，这个 WBC 是有影，所以咱讲到，其实咱讲全世界这排名咱即阵也是世界第2名这个 WBSC 的这个积分是5086分第一名是日本6646分这个美国是排名伫咧4283分因为这回这比赛，咱其实嘛是拼积分啦是啦，但是我话讲倒来啦因为这个世界排名加实际这也讲对棒球较内行，加实际的各国的棒球实力其实有一点落差啦。因为咱拢知讲这 WBSC 伊这个排名有足侪是。有足侪是学生三级棒球是伊分数拢甲灌入去啦。是，咱若要讲有即马灌水啦，有即马灌水，这灌水啦。即阵咱先来看到场顶啦这是咱的一番陈浩稳要来做攻击。有当咱咧讲即个世界的排名咱即几档电脑拢排伫3名内，但是咱正经伫世界第一坎的。咱阿妈拍入去4强的，是，就是讲除了讲即个去年这12强摕到冠军啦，你也讲 WBC 这个世界经典赛咱阿妈连拍入去8强的次数都真少啦。是，所以明年也是当期待一下啦是。同样这个陈浩稳面对这个因的投手，这个是嘛是加了真红咱的这陈浩稳呢是来自咱国内合作金库，合作金库其实嘛是咱亚裔的老牌加大店是，这算讲北合库南大店啊。是。古早大店有2支球队，有家店跟高店的。哇，但是这个真无好势啦去用三振。所以陈浩稳面对因的这个投手咧成绩一概三振变化球是。要紧，咱个互咱台湾一个信心2番要轮到是台中台受霸凌这个潘俊稳选手今仔日是做这个 DH。台受霸凌就是较早台中市队啦社会林城市球队啊，这一寡国内观众较无咧关心，较无咧了解讲台湾业余的棒球给大家介绍。即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这拢有台南市，拢有城市球队。这个本地台中市即阵去这个中国信托甲这个咱讲台湾人寿，变做是去年嘛拍了袂歹啦因变做是去年这个彭美芳联名这个冠军。面对这个投手的这个投球。即马信号较歹一下克掉的不是讲咱嘛望会当有好的这个表现啦无问题。即马信号转去啦咱甲讲这组队就是因为彭美芳大秀摕到冠军嘛，所以互即个
汤丁凯、汤总教练来带兵来带兵啦吼。一般都是拢安尼。是。包括日本队啊，吼，嗯。包括日本队因社会人因日本社会人有一个叫做都市。好，好，咱先小可先休困一下，咱等下就马上回来欣赏咱这场比赛。好。有影吼，咱受到这个信号的这个影响啦吼，国际信号吼一寡重大可能嘛是受到风台的这个影响，但是咱线顶咧吼又完无影响。好，即阵咱继续转来到咱的这个球场顶吼，即阵咱看到讲哇，咱的这个选手已经来到三垒的款哦，这是但是即阵咱等下才好好来看一下。即摆敢是应该是陈敏树啦，吼。哎，是咱的这个 Captain Taiwan 陈敏树吼，伊是即阵是35岁选手，嘛是老经验啊吼。即回要来好好带领咱台湾进入，咱讲这个咱过去咱拢是5届内底有这个前2名这个名次啦吼。是。所以咱会当希望讲靠这个陈敏树啦吼，好好带领咱的这个队伍，会当来好好得分。头拄应该是。这个咱的台湾队潘俊武有一支安打啦吼，但是这毋知是几垒安打啦。即阵来到三垒吼，可能咱即阵嘛有会当免安打就当得分的这个机会来咯。这应该来，这条是应该是一个国球啦吼。哎，咱讲这个 slider 啦吼，以后讲话你记叫做 slider。这个靠选球哦，这个球要换嘞吼，这个扣哪吼，四正呢。三摆一好，3摆1好。这个三垒的就是头拄仔讲一支安打，这潘俊武。哦哟，这条电路扣起来。后面对这个 Steven 巴里斯坦的这个投手吼，咱的 Captain Taiwan 陈敏树。完球一幕是。这个2粒好球也是顺球出手啦吼，推啊甲攻出去，差不多都爱处理啦。哎，尤其过去老师定讲的2粒好球，真关键，差不多都爱推啊都爱攻出去。陈敏树面对巴里斯坦投手，经到一个相当袂歹哈。4粒摆球，4粒摆球，即阵徛起1垒。所以咱目前呢，这个三垒是靠安打起的潘俊武，敏树啊是靠这个4粒摆球打上去1垒。目前要轮到的是咱的这个4番高玉伟，同款是合作金库的这个选手，今仔日伊要镇守的是这个三垒啦吼。同款这个信号也是无啥稳定吼。不如可能咱也是望讲吼，咱的这个高玉伟会当好好啊来甲这个垒上有人的这个情形之下，赶紧甲人的这个1分先送回来。有影咱讲到。这回这个比赛内底吼，这个咱的打线吼，其实拢经过因安尼一冬来，一冬来这个训练啦吼，真正大家这个气氛啊，是讲这个打击的这个节奏拢已经培养出来。这个咱的这个信号也是无介稳定吼，即阵是三垒有人拿。即马主要是预赛部分吼，预赛部分其实应该是轻考啦，轻考有影。甲主要是明仔载对韩国，是。你讲后日对香港，今仔日对巴勒斯坦即2场，应该是无可能有问题啦。这个安那变吼，都无可能讲，无可能有意外啦。棒球的比赛当然是弱队有可能打败强队，但是迄个砍战吼。
嘛是还有差啦，你爱看讲是毋是伫共一坎？哇，头拄啊可能有一个头垒啦吼，咱看到咱的这个民宿啊，即阵徛甲二垒，吼，一人出局。咱的高玉伟的这个打球咧，啊，目前有这个互伊拍打点的这个机会。这应该是一个1、3垒的双头垒啦吼。是。啊，咱讲双头垒是1垒头外2垒啦，3垒即个主要是暗号的。暗号的啦吼。因为一出局尔嘛。哦，咱已经得1分啊。哇，啊，即马这都毋是啊吼。哦，咱咧，即马都毋是啊吼。有进步吼。有进度，有进度，即马应该是有进度。有进度啦吼。你啊，咱国际性你啊，这个关系。你啊，得1分应该就是潘准武倒来啦，吼，倒来摕一个安打啦吼。啊，咱面对咧，哦，即阵咱有2支安打，哦，得1分吼，所以头拄啊应该是咱的这个高玉伟讲出1支安打，应该是2垒安打啦吼。所以即阵是咱的这个5分杨进如。哇，这个投手咧其实无介稳定啦吼，但是这回咧，3个摆球了后，先个抢一个好球。叫这个投手的这种球速吼，啊，对咱来讲下输。下输安尼啦吼。球无紧啊。是。哇，但是这条攻略无好势啦吼，攻出去了是，哇是大野。哎呦！哦，这球，哇，这球嘛是。但是这实在是无经验啦，你也莫去甲处理，无定下过出去界外，伫界外球捡起来就是界外球啊，是看鲁宝啊，伊伫界内捡到这条球就算界内啦吼，这个各位观众解说一下，伊这条球吼降了真悬啊吼，这个有进度降了真悬吼，啊攻击结果我咧讲其实这嘛风势影响，这个速度吼，速度掌握无调的，但是伊这条球。无定练，会练去外啊，会练去界外，不是个靠着这粒，咱讲营养较不良的，哦，咱也是摕到咱的这个第2分。哦，这个头垒，咱看保手，无机会断啊哈。吼。所以咱伫咧第1局吼，就展现咱的这攻势吼，目前咱是2比0。他多迄粒是好佳，再是2、3垒有人。你啊1、2垒有人，迄粒有当会直接拍 infield fly。嘿，高飞吼，高飞比迄个，咱讲即个 infield fly 啦吼，高飞比死球啦吼，高飞必死啦吼。有影。规则的，啊，但是因为你2、3垒有人，1垒是空的啊。所以头拄啊，这粒球其实咱看这个，伊的球衫内底风安尼线啊，其实嘛是有受到手臂吼影响，影响。咱头啊赛前就有讲啊，今仔风真透。风真透。即阵轮到的是咱的李玉伟，第6分。咱的6分吼，同款嘛是合作艰苦的这个选手。李玉伟的这打击目前是球速较落后吼，但是是毋是会当同款展现伊黏的这个个性啦吼？也差不多就爱处理吼，这个2粒好球啦吼，是4颗练边的球嘛是爱处理啦吼，无你万一你也无出去，裁判咧扭掉，就拍算吼。尤其即阵咱的这个攻势打好。主要2、3垒有人吼，有人这拢有打点的机会，有影，这算得分位置啊。是，这个攻出去，考验3垒的手臂。这咱3垒这分无法度走动，因为就是正伫3垒手的这边。对，你也讲起到这个内野的这个倒柄吼，倒手柄是3垒有经吼，这种的3垒是袂使走倒的。现在上场的击球员是12号蔡志宇。这阵轮到是咱的7番蔡地如，蔡地如今仔日守的是这个左外野。蔡地如咧，就是台电的选手啊。咱之前有讲过吼，台电这就是台湾老牌吼，真老牌的业余的球队啊。
主要较早就是合库吼，北合库、南台电是这两队。伫台湾也未有职业棒球进前，就加较侪球队啦。你像讲古早美传，美传伊到尾也变普罗，是，还有福德王，嘛养乐多，这拢嘛捌嘿。但因这较属于是咱袂亲像是讲建教合作的啦，加这个大学来合作，是，社会人球队。咱嘛看到讲最近几冬啦吼，咱看到这个红米芳联盟成立了，咱这个亚裔的球队嘛是愈来愈侪对啊。其实因受到这个关注度嘛是愈来愈高。主要是有一站社会人的球队变少啦，所以毋知迄阵这个振兴棒球方案来面鼓励这来。咱先来看一球，伫咧中外野，去互这个中外野手接起来，不如讲咱伫咧第一局先摕到2分。我头拄仔咱看到2分的这个比数，受到咱有3支安打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方式有咱甲咱斗3共本地迄粒球，这个处理对因的这个选手来讲嘛是经验较不足啦吼。不如讲咱先摕到2分安心啊。老实讲，这个下输的比赛，就赶紧甲摕落来。照这个分数来看，无啥可能会输啦吼。咱若讲当然棒球吼，咱咧讲棒球，无可能讲你无可能无意外啦。但是你有可能，咩讲？你若讲加即种球队来拍，你可能100场，结果敢若有机会输1场尔啦。是，无定1场都袂啦。有影即阵因嘛派出因的先发打线吼，因的1番是 Hard， 2番是Shashin， 过来3番是 Subdo， 过来4番是 Ahmed， 5番是 Yasin， 6番是 Halim， 7番是 Amar， 8番是 Albert， 9番是 Ryan。咱派出来即个先发的即个守备位置，咱的投手就是咱头拄讲到 Cincinnati 红人队林胜文，Capture 是咱的即个蔡伟泰即个一垒手是陈明士，过来陈明士即个二垒手是林奕伟，3垒手是高玉伟，即个 short 是林武力，过来咱的即个左外野外野手咧有咱的即个陈浩允啊，也佫有即个杨振武。个咱李奕伟，头拄仔这是咱的这个先发打，这个咱讲这个守备的这个部分。林胜文咱头拄仔嘛有讲到，是来自Cincinnati红人队。其实咱今日讲到这个国外这个球，这个咱讲投手啦拢是来自国宝家乡。国宝，陈乐平啦。是。个这个今日林胜文，个一个张俊武嘛。是。因拢是。学长，佫有2个是即个同学。讲先輩啦，先輩啦，先輩個苦海啦。是。咱即个林胜文啊过去即个嘛受到国外球坛的即个意外，所以去甲Cincinnati红人队。下半首先上场进球的是巴勒斯坦队7号 Shannon Carter。这主要是甲球控制入去好球区吼。是。伊咱即种的速度，因并无应该无法度掌握啦。你看速度啊，小可较紧的吼，你应该把它对袂着。对袂着啦吼。这变化球。是。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个选手来讲，伊嘛是讲，因为即阵因是伫咧战火之中，所以因嘛来讲，巴勒斯坦会当透过体育来传达一寡和平的这个意涵是而且真少年的国家啦，1988较建国的。是。哇！但是咱看到林胜文咧，伫咧面对第一个人数啦吼，就先牵一粒4粒歹球。今仔日看这主审的好球区，哪像有较少一点。是。我并无法看。所以林胜文搁爱赶紧做一寡调整者吼。其实伊嘛毋免惊人拍啦吼，就是牵甲
偏甲伊应该发挥的这个所在安尼。好，来到因的这个二番 Luke， 因的这 Luke 今日嘛是做 DH 指定打击。所以咱讲这预赛部分，特别对香港啊是讲巴勒斯坦这种球队吼，这种较二线的球队主要是调整啦。哦，你投手吼，是，你看目前伊的好，伊的好球啊，控球无好啊。当然你来到这个新的环境吼，新的球场，特别是咱讲在里外吼，我会记这林胜温特别为美国倒来吼，伊嘛是打算伫遐打拍完这个因的比赛了，较赶倒来。对，伊19才坐飞机转来，是，搁来赶到中国福建。对。哦，所以休困的时间其实无介济啊，来做调整，但是头一场就把伊做先发，嘛是做一寡调整吼。哦，但是这个人厝面对第二番吼，也是投出3个歹球啊，这粒球投的入去哦，连续4粒歹球。所以连两个拢是4粒歹球补上。所以嘛是提醒咱的这个投手教练来小可注意，咱投手教练嘛是里外经验真丰富的这个姜建明吼。姜建明，这较早伫捌伫麒麟啦吼，捌伫这个东京，是东京麒麟。啊，最近嘛是投入咱的这个亚裔的这个棒球内底。伊较厉害是到尾啊，伊该推下手啊，该推下手吼，而且实在是非常的无简单。讲了个袂歹。啊，但是这回是做咱的这个投手教练，即阵来到因的这个捕手哦 ，Tarek。目前也是找袂到吼，咱看下已经第9粒啊，系第8粒。歹球啊，歹球应该是9粒啊。头前2个拢是4粒歹球吼。目前这个1、2垒拢是靠这个4粒歹球徛起哩1垒哦，总算来一粒好球啊。一摆就好。先甲好球区甲吹出来，哇！这粒球讲出去，这考验这个手臂哈，因为风啦。哇！这是foul ball。这我无机会啊啦吼，拢去到迄个壁边啊，壁边，墙啊边啊。是。所以这嘛帮助林胜温咧，啊头一届摕到球赛领先。啊，这个时阵可能啊变动啊啦吼。今仔这好球区是我那较少一点。有影。啊，主审的好球区啊。是。所以这对于林胜温来讲吼，真正寻求伊家己较舒适的这个位吼，甲球弹入去。哦，水啦，咱摕到头一个三振，啊，比三振的是那个3番。啊，不是讲咧，1、2垒也是今仔日伊弹出这个4粒歹球，上垒的这个 Charles 甲 Luke。主要投的里我一开始我就讲啊，投的里无一定讲有啦。对。啊。所以就正常发挥就有伊的水准。讲这不要紧啊，因为这个第一件踏到这个球场，伫这投手区顶头、投手轮啊顶头投球吼，可能有当无适应啦。是。这阵轮到是呢4番 Dylan。这个甩让吼，这个好球区确实有影较少。有影。这粒球其实弹了袂歹吼。是。哦，这粒好球。这是变化球了。是。今仔和这个林胜温配搭吼是蔡伟泰。
来自台南市的保守。林胜温去到美国了后，身体怎变较勇淡薄？这拢会特别注重这个重量啦，吼，是重量啦，营养啦。嗯。哎呦，这球个好球！看咱一寡去美国发展的球员吼，你也为后壁看起来你分袂清到底伊是亚洲还是美洲的球员。哦，迄个体型吼，是，大家拢训练啊粗粗。表示训练有成功啊啦吼。投手，这个球也是。foul ball， 2摆2好啦吼，即个其实你也投入去，我感觉这三振面嘛带正重啦。是，啊，不离哥讲即个是4番的啦吼，嘛是爱较应该是较强一点嘛。哎。后面对投手，啊，无来一个双杀嘛好啦，来一个双杀啦，投手上好的朋友。但是伊嘛是加了真暗哦吼，因为这个4番的。我大较念一点嘛哈。投手球速也是领先，看会当该好好解决无？一只变化球甲调者，发生牵制2垒，处理甲无介好势啦吼。这种投手牵制2垒的吼，咱一般华语叫做回马枪。回马枪。嘿啊，台语我叫倒拖刀啦。倒拖刀哦，倒拖就对啊。倒拖刀啦。啊。迄个关公倒拖刀斩蔡用啦，倒拖啦，倒拖刀啦。安尼意思就对。啊，咱的华语是讲叫做回马枪。回马枪。来，学起来，倒拖刀哦。哦，水啦，佫是一个三振。我头头讲过吼，这牵的这边，牵这边即个变化球啊，因为头头哦紧的一对有嘛吼，你 Facebook 快速球一对有，我紧的了来一个变化球就真容易哦，互伊个飞棒落空，哇，咱看速度有变化啦。这个应该是伊的 slider 啦，吼，伊的国球啊 ，slider。哦，所以今仔日虽然先投出2个4粒歹球，但是连续，互因食2张 K， 回稳一下，赶快要牵制2垒，哇！但是这球绕较济，啊不及格，好你家在，无走，但是才要来掠哦。你想讲这个一垒已经20开啊？头拄啊，佫是共款是一个拖什么倒去啊，老师？倒拖刀啦。倒拖刀，但是就会倒拖刀。了无好啦吼，因为这种形式吼，你本身爱加这个二垒手啊，是这个游击手吼，配了真好啊吼。即咱讲这个时间差，你看嘛，伊球投去这个2度，二垒手也袂入来。也袂去个保卫一下吼。对。不如讲这个。舒适的为咱的这个胜运啊，应该是找好势啊啦吼。即马慢慢有适应到这个主审的好球区啊啦。是，即阵轮到因的5番亚信。主要还是爱准吼。是。不是讲第1局啦吼，这个胜运吼，目前球数差不多要20球。我感觉冇可能讲，因为今仔即个风透真大，唔知去影响到投手吼。哦，伊咧投球。是，哦，真正回稳起来，胜运，这个咱讲伊球的这个变化吼，嘛开始吼，这个巴黎斯坦球真够走啦吼。变化球爱走。是，可能球员嘛开始掠无涨啊呢。调整好势，看会当佫摕到一张 K 无？哦，水啦！同款连续3张 K， 互这个巴黎斯坦无得到任何分数，台湾队2-0。哇，袂歹吼！咱即阵2-0，虽然头拄啊胜运起来有淡薄仔，这个也袂适应啦，但是好你家在3粒 K，
啊，咱即阵呢要轮到的这个选手吼是八番，蔡伟泰是咱的捕手。这要认真来讲，你从巴勒斯坦这种叫做开发中的国家，棒球已开发的国家，佮开发中的国家啦，吼，这种拢是开发中国家的球队啦。是。照你讲是无应该吼，无应该会去输哦，这种开发中的国家的球队啦。是。所以咱讲到，咱这回有影是练兵啊，这个第一场上届重要就是马仔这个韩国队。主要是我感觉这主要是拖经验啦，吼。嗯。啊嘛，互国内在业余的选手有一个舞台啦，吼。咱拢知讲即马亚洲杯并无遐重要。啊，过去咧，咱讲这个亚锦赛，吼，其实会当互这个选手若是有吊牌，吼，头前3名，其实因会当做这个补充兵就好啊。哦，补充因的替代役啊，替代役嘿。10几天就会当结束啊，吼，所以咱嘛看到讲陈木庆啦，还是讲林胜文因的球团会当放人，啊，这嘛是代表讲，这是一届真好。好，继续转来到咱的这个转播的这个现场吼，咱头拄看到第一局虽然林胜文的成2个4粒摆球，但是咧小连续3张 K， 哦，出乎对方这个选手内底，咱也是保持2-0。目前轮到是第2局顶半局，咱的这个攻击来自八番的这个蔡伟泰。就是为公道啦吼，下面再参考一下为公道啦。我感觉伫即个亚锦赛吼，还是亚运咱的棒球吼，一般等于前3名是保送啦，啊无啥可能伫4名以后啦。哦，所以这3名来是应该啦，咱坦白讲啦，是应该啦，嘿，基本盘啦。因为咱头拄也已经讲到，这个亚锦赛3强鼎立，对啦，啊，这因为你看过去吼，你看亚运也好，还是讲亚锦赛好，过去吼，这3国的比赛，都大概差不多照轮的啦，吼，照轮的，毋是你第一，我第2，伊第3呢。是，尤其咱讲前5届，咱拢是有前2名的这个水准的。是。这球。啊，所以你来讲吼，有当他们讲，毋是，当然咱徛伫。咱毋是讲爱徛伫规整个台湾即个运动的发展来讲，你譬如讲，以篮球来讲就好啊。是。篮球你都可能拍入去3名来。篮球哦。无可能拍入去3名来嘛，伫亚洲无可能拍入去3名来嘛。对。啊，但是你即个国光奖迄个奖章，吼国光奖章吼，对。伊个奖金分配啦，是共款的啊，是齐头色的啊，齐头色的。但是我感觉这是无啥，无啥下力。你讲包括排球就好啊，排球你也要拍入去前3名，还是足困难的。困难哦。对啊。哇，这球嘛先甲破坏掉。啊，咱坦白讲，你也讲这棒球来讲，就是只要你有报名，就差不多，你亚运就差不多是至少铜牌啊。是。对好。哦。虽然是至少铜牌，咱嘛毋望今年咱的这比赛咧报着一个冠军咧，金牌啦哈。有影。这球嘛先甲破坏掉去，考验因的这个3垒手传向1垒，嘛是甲咱的这个蔡伟泰刺杀伫咧1垒。目前1人出局。其实对于这个差不多3垒手安尼处理，其实嘛算袂歹啦吼，因为这个基本动作还是有啦吼。是，这轮到是咱的高番林武力吼，台中霸凌的这个选手，今仔日定收伫咱的小岛。咱会使讲伫2009以后吼，伊即马亚锦赛2年一届嘛，是2009吼到即个2017连续4届咱拢摕到亚军啦，啊2019摕到冠军，是，迄件都伫咱台中举办的，啊其实咱已经连续举办5档啊呢，5届啊，这回刷到中国福建是头1届啦吼。
1985年捌伫澳洲啊，哎，捌伫澳洲举行啊，这老师头头甲咱讲到这个历史啦吼，对是，办伫咧澳洲，也算大洋洲啦吼对，但是对大洋洲无其他的对手，所以啊，含咱做伙来甲办啊。做伙，甲做伙。嗯，啊，你古早咱即个阿金赛有决定即个奥运参赛资格，是。先来看这球，攻出去哦，无接到，这支是一支安打。攻出一支安打的是今日担任9番，第9番的林武力。跑垒员上1垒。拄好回过这个速度头顶。才点叫速度砸点。哎， Now batting number 75. 现在上场的击球员是75号陈孝宇。这轮个轮到咱的1番陈浩武。但他稳，哎。这个咱1番吼，本地伫咧第一局，先去互今仔日的先发投手 Steven， 吼触一张 K， 但是即阵有好的这个表现，会当帮助一垒做一寡推进。啊，先起跑，应该是 safe， 水啦，这个头垒成功。我看即个保守吼，即种传球方式会叫咱走假。一直走，一直走就对，对。都一垒吼，到一垒就会投二垒啦。是嘿。其实即个咱即个起跑吼，啊，即个抗力啊，正常啊，较好保守无定会死啊。是。哦，这球攻出去。安打。哦，这个咱中华野手接无到，所以咱的这个人拿已经来到3垒。差点要去接到呢。啊，这个攻出安打的是咱的陈浩稳，差一点要去互接到了。对，中华啊吼，中华啊，这差点啊。这个差一点啊 ，nice play 啦吼。规个气味已经有够啊，但是佫差一丝丝啊。这条球讲了，其实讲了真白呢。对。差点要叫砸掉吼。是，所以咱即阵，这个8番去用刺杀了，虽2支安打，即阵咱的这个咱啊是伫咧1垒甲3垒。即摆1垒会佫走2垒啊。是，佫甲头垒一个。一定走的。互因的保守较食力一个。八面走的，你讲保守哭起来，我哭起来要准备的。准备要传2垒啊，要牵制啊。是。啊，即阵来到的是咱的这个潘俊武。算来阻杀啦，吼，咱讲自杀啦，吼。来主动起来，但是无法度的款哦，咱要继续来投垒哦。换投手先牵制的，伊嘛有咧注意啦，吼。但即摆咱3垒有走者啊，这投手乌兰牵制，等下留伊就送咱分数。是。哦，同款吼，牵制伫1垒的这个方向。可能也知影因的保守无甲伊够力的，所以想要家己来，先走啊！哦，甲你讲这特动走的，特动走的啦，稳动作，尤其是投手2个牵制了啊吼。无，但是伊这应该也无照 MLB 啦。无。你讲的照 MLB 是讲即摆牵制敢若2届呢。对。所以咱当运用。即摆应该是也无，国际赛应该有一寡规则，你讲包括即个投手的时间啊，吼，伊嘛有也无开始采用啊。是。目前咱2垒、3垒有咱啊，哇，这个伊攻出去，应该佮摕1分啦，哈，佮掉1分。1分的打点啊。是。这潘俊武1分的这打点。目前咱来到3-0领先。这轮轮到是 Captain Taiwan 陈敏树，敏树也同款也是有打点的机会哦。这轮来到3垒大门口咯。哎呦，这粒。
现在上场的球员是1号陈敏次。陈敏次伫咧第一局咧是4粒歹球向保送吼。咱第二局提段迄分咧，就是差不多潘俊武吼，1分咧这打点虽然去互刺杀。民事即阵球速落后，哦，好你交代，安排也无赢。哦，共款过去老师所讲的2粒好球，差不多的球就差不多爱出手是啊。共款甲破坏掉伊，即球伫咧右外野，去互接杀。伫咧即局咧，咱靠着即个潘俊武啦吼，虽然去互切杀，但是也有1分的打点，3比0领先。袂歹袂歹，吼，即个咱已经3比0领先，5比0。咱嘛来关心一下线顶的即个好朋友，你有咧继续支持咱的公司台语台无？线顶的好朋友，甲阿明甲国际老师讲，恁有伫咧线顶画一下话，讲一下话咧。哦，有哦，足侪人伫头顶的哦。啊！哦，是然后咱这个第2局的后半局，要轮到的是巴力斯坦。欢迎继续倒来到咱的这个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巴力斯坦的这个比赛第2局后半局要来轮到球强的这个球队巴力斯坦来做打击，轮到的是因的这个6番 Unis Harlem。这阵咱台湾呢是3比0领先。讲的分数哪像也伤少啦吼，伤少有影。咱本地5望要5局、7局，吼。5局15分嘛，7局10分啊。是。7局10分，我来较看应该是问题较无法大啦吼。嗯。你也照安尼看来。今日下早这个比赛呢，这个日本对菲律宾，吼，这个第4局的时阵已经14比0，尾仔咧，这第5局。日本0分，但是伫第6局因佫摕到2分，哎。哦，哎呦，这条是死球。咱来看讲，主要在控球哈。也无介好势，虽然差不多这个球数是领先哦，结果也跌掉哈。是。所以目前呢，这个因的6番是靠着林胜温。死球1垒，转轮到巴力斯坦因的7番哈山阿马尔。找到伊家己舒适的位，先摕到一粒好球。阿明，你毋知注意到，即个巴勒斯坦因的即个
衫吼，伊这个制服球衫的这个正手柄的，这黄枪有一个有广告，有广告是台湾的呢，是，吼，是台湾的饮料广告呢，啊，有影，所以呢，赞助的嘛是台湾的球队，台湾的这个厂商就对了。哦，你我感觉这真趣味呢，先来吼，看这里啊，头里应该是 out，无问啊哈，题。好，咱的这个保守咧，头拄啊看到的是蔡伟泰发动这一回，啊，甲头里的这算讲咱的保守吼，表现一下吼，对手看讲，我什么教你设计安怎牵涉啦，哈，诶，所以这个先甲啊林信文化咱开，哎呦，这个角度，但是伊咱这个角度这定爱看吼，咱这个角度看到足清楚的，是哈，伊传互这个二里手，对。啊，这个就是好球，三振，无问题吼，找到这队友嘛帮助伊家己嘛爱自助啦吼。这林信文投出今仔日的第4 K。现在上场的进攻点是这个四线哈，咱讲这个四线的 Facebook 哈是 ，Frozen Facebook， for sim， 后来是呢这个背翻，你看到这个戴这个戴这个头盔哈，是足特别的，阿面啊，伊另外一种这像，运动会拄到的吼。伊这看起来足像拍迄个橄榄球，哎，诶，拍橄榄球迄个戴的头盔哈，哎，有影咱讲这巴黎斯坦这支球队也是算少年吼，咱看平均起来，啊，其实咱这个阵中啊，除了这个投手以外，野手的这部分拢是较有经验的。哦，共款是一个三振，啊，这是一个变相的3上3落，无互巴黎斯坦摕到任何的分数，咱是3-0领先。哇，有影吼，虽然头拄仔咱看到讲林胜文先牵一粒，哦，这个夹着别人的死球，但是连续，哦，这队友保守改这个手臂，哦，改牵制 out，还佫2粒 K，咱目前是无互任何因有安打的这个机会啦吼。同款，咱要来搁看咱线顶的好朋友哦。好，看咱线顶的这个好朋友，继续甲咱支持，后卖当透过除了公司台台，还有华视的这转播会当看球。好，即阵咱继续转来到咱台湾，吼出战巴黎斯坦亚洲棒球锦标赛，吼咱的这个头一场的这个比赛，吼即阵来到第3局的这个顶半局，吼咱即阵是这个3-0领先。一局摕2分啊，吼，哎，是2局摕1分，是。后呢，投手共款是这个 Steven， 即马4分啊，吼，是高有位，高有位。哎呦，这个小较悬的安排也嘛扣呢。歹球，歹球。同样咱讲到这个第3局吼，这个因的先发投手 Steven， 吼，目前的这个用球数嘛，已经来到45粒啊。foul ball， 所以目前这个球数投手领先，2粒好球，2粒歹球。你讲的是咱的这个高有位。
哎呦，才点啊跌停吼。是。即阵满球数的这个局面之下，咱的四番有位啊，过来顺球一支安打一个，上垒嘛是会使啦，选球嘛是会选球使。嘛是会使哦。哦，这球甲破坏掉伊，一支安打无问题啦。这是成绩速度和这个三垒手之间，这是咱今日出现的第6支安打咯。啊，这支这倒拍外角球到甲杀去这个反方向啦吼。是。那讲了有技巧啦吼，啊，这阵伊要换投手咯。这个 Steven 今仔日投球表现的去互咱台湾讲出6支安打失3分。啊，当然这个有当时啊是家己吼这个4粒4球啦等等的这个部分，但是算也是投了袂歹吼，对咱台湾强队出来拖经验啦，累积经验是。所以趁即个时阵的吼，咱即阵吼一垒就是头拄仔讲一支安打的高玉伟，今仔咱6支安打，其实分配啊算真平均啦吼。咱讲棒球这项运动吼，爱自细汉就开始接触啊。互你也无较侪即个基层球队啦。是。你即个金字塔顶头吼，无可能有真好的选手。有影。即阵换起来是因的即个16号 batter。今仔即个，今仔 Steven 呢，其实是投3局，一个人数都还未解决吼，差不多就是2局啦吼，去用讲6支安打。记录上会写2局啦吼。是。伊 ERA 来到13.5，吼，也算真悬啦吼。第一期的锦标赛算这较无意义啦吼，包括讲即个打击率。我相信讲种第一期的锦标赛主要是帮助球队赢球啦，是，这较重要。这阵换起来是因的这个 batter Kyle。或者甲咱一般职业棒球，因为职业棒球你是拍规年烫天的嘛吼，规年烫天你这球规长嘛，场数多啊，所以你来统计即个投手的防御率ERA， 还是讲即个打击率，这较有意义。是。就轮到是咱的杨进如，咱过来注意吼，我讲啊，伊只要即个库堡吼，我看咱就一队应该就是差不多爱走。即阵轮到杨进如咧，今仔日嘛是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因为投离率有一个好处啦，投离率就是讲减少一个伤赛的机会啊。是。咱的攻势当个连续啦吼。是，即马一摆就好。是。冲即粒球，冲即粒变化球，就是投垒的好时机啊。因为变化球你球速较慢，球速较慢到投手投到捕手接的时间嘛会较久。较久啦吼。较久伊接到球都爱传离垒啊。是。走。这球讲出去，这个 hit run 啦吼。这个拍挂走。是。不如讲咱看到这个镜头顶有小可有雨伞啊。所以头拄仔这个 hit run 呢，来到高玉伟来到2垒啦吼。是。这个来到是咱台湾队的6番李一伟。头拄仔假使后先走到2垒啦，这粒球即马就变是3垒啊。是。所以有当对着即种较
级数较无法悬的球队，无一定爱用较传统的战法战术啦。所以你会看咱目前为止咱嘛用点的啊。对。哦，无必要点嘛。哦，咱之前一直捌讲过，之前咱定来讲过嘛，就是讲即摆现代棒球伊较无赞成用出局数来换垒包啦。有影。哦。互伊攻击啦吼。同款换起来，即个投手咧，其实也是咧找伊的即个好球区啦吼。主要，我感觉像巴勒斯坦即种球队，投手的速度无紧啦。坦白讲，咱拢讲有啊。是。看讲了有食假无安尼？哎呦，同款遐个孙球，亲像即款球咱嘛真歹讲安尼。无啦，这歹球这无应该，这就绝对袂使讲的啊！这足歹球。有影。咱目前球数领先，吼，佮趁着一粒死球，保送一垒。咱咧讲即个play discipline 就是讲伫即个打者伫即个即个本垒板头前的纪律啊，吼，就是讲你袂使凊凊彩彩对种的歹球来出手。是。迄阵来到是咱的即个7番蔡地如。有的球员就真色拍啦，吼，差不多的球伊就要出手啊。是。结果出手有当你无一定拍了好啊。有影。有当对方的投手也咧袂稳，咱无必要甲帮助啦。有影，尤其这打换起来吼，可能也咧乱流之中。但是这粒攻出去了后，传向一垒是刺杀，不是个咧探传哦。咱的一二垒咱啊来到2、3垒。目前2垒出局，跑垒员上2垒和3垒。这轮到是咱的8番捕手，咱已经搁拍一轮去吼。这个球跳较悬，这个球也无跳较悬，无顶个用相杀。错一台哈。嘿，是咱的捕手。伫咧即局咱也是要寻求有得分的空间吼，2、3垒即阵有咱啊，吼是蔡伟泰真好的机会。爱搁得分哦。嘿，有影，尤其对巴勒斯坦，其实咱来看会当加着几分是几分安尼。加摕几分啊吼，啊比赛提早结束，紧倒休困。马仔应征韩国队。嘿，在准备明仔载比赛。是。但是这个拍伤关去啊，伫咧一垒手风应用，结果接袂到，你看这风这透的吼，你看风真透吼。所以大难不死啦吼。幸福就会来咯。这个球攻去那，无像是讲镜头，唔知啦，唔知有可能这两下输镜头掠了无好吼。这个球看起来嘿，啊无就有可能风真透吼。本地看起来是内野，嘿，本来是讲唔是一垒，就是二垒手来接。是。哇，结果那到尾啊，要接的时阵，球都飞去这个一垒界外区，差足济。差真多。是。不过也够有机会来得分，同款先甲破坏掉去。这咱讲无介意甲拉掉。拉掉。然后甲交稳的。High fastball。哦，伊讲要来一个紧的悬球，悬的紧球哦 ，high fastball。要甲你掠就对啊。抓位台，哦，这球这加了有只加，但是这个左外野手等伫遐。啊，这局是较可惜吼，咱2、3垒的这个战垒无得到任何分数，不过台湾也是3比0领先。哇，这局有影较可惜淡薄。高玉卫生一支安打去啊，刺杀啊，4粒歹球4球，啊，搁用刺杀，搁用接杀，留下2垒3垒的战垒。
所以换起这投手算是功力，然后控制掉，然后讲这个场面无互伊伤解歹看。好，共款林胜文即阵继续要来投球。控制头哈。哎，呀。继续转来到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队对上巴力斯坦吼，第三局顶半局，台湾队小可有较可惜淡薄仔，二垒、三垒的这个战垒吼无摕到另外这个分数。我理解在这阵目前比数也是3-0领先。这阵来到第三局的这个后半局，轮到巴力斯坦的这个攻击，来到因的交换。交换投手咧也是咱的这个Cincinnati红人队的林胜文。好，这条水啊！吼，目前球数一条好球，一条歹球。哦，佫是一条好球。其实内行的球迷看吼，这两队的实力有一定的差距，一定的距离啦。有影有影。啊，主要是讲看咱台湾队要安怎好啊调整，是。好啊准备。而且你也观察一下啦吼，比如讲像林胜文哦，这个伫美国小联盟发展的，咱咪用透过这个的比赛来哦来了解伊讲啊，这个选手这个球员，有法度伫咱国际赛啦，这三线的吼。是，所以林胜文咧伫咧第三局吼，这局先稳定起来，尤其看第一局、第二局其实拢是4粒歹球，也是这个触身吼，这个达着人吼。补上去哩，啊！但是这回咧先摕到一个三振，一个好的开始。就来到因的这个一番 Charles Huddle。头头老师讲到这个，嘛是做一个验证啦吼。对啦，去就是讲你到国外呢，爱看嘛吼，你爱看讲来观察哦，观察伊目前伊即摆状况是安那。是。后期咱早讲明年经典赛是伫3月嘛，球季还未开始啊。对。哦，咱即几个选手有法度扣入来无？啊，目前这个球数领先啊。其实今年这林胜文，咱讲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伊本底是有入选名单，但是尾啊，这个去用这个警掉去，但是这回恁倒是有一个真好的一个表现的空间。坦白讲啦，即种比赛应该较无法大压力啦。对对。压力变无法大啦。是。有影，看到这个风下球，林胜文的球嘛是下球，搁一届三振，这是伊今日投出来第7届哦，第7K 啦。基本上是拍无啦吼，咱坦白讲啦，这算讲投手甲打者是两个无共级数吼。哇，这粒球嘛水员，或者讲巴勒斯坦因的打者啦吼，因的打者要拍到咱即种林胜文即种的球吼，是无啥法度啦。无啥法度，影。这用安来比如啦，这无打算讲国小要去拍高中的感觉啊。有影。这毋是讲看轻巴勒斯坦即个国家的球迷啦吼，这咱就事论事啦。哦，实际你也看棒球，你对棒球这项运动有了解吼，你就感觉讲并无法容易啊。是。然后看到这个第2轮的开始啦吼，巴勒斯坦要应对林胜文，搁较歹
应付啊。本地咧，即个因的一番是第一球时阵是4粒歹球补送，头拄仔食一张 K 啦吼，轮到因这个二番，看会当搁送伊一张 K 无？哇！即马巴勒斯坦唯一无受到三振的，会出局数就是即个几粒歹pitch球吼，跌着投入失败即个。是。这个个三振掉的，等于讲。拢强三振啊！得补的是，但是即阵球速来到满球速，今日第3局第2个出局数掠到了后，用球速来到43。快人一个好球无？哇！这攻出去，传上一垒刺杀，这是一个。第3局的3上3落，要互这个巴勒斯坦得到真好分数。台湾队目前也是3比0领先。耍得来 ，Vicky 的，耶！耶！哇！比赛。然后咱讲到第4局顶半局，要轮到的是咱的这个第9番林武力。林武力咧，今日打球内底有一支一垒的安打，搁一位头垒。面对的这个投手是因头拄仔搁换起来，这个 batter 第2任的投手是。这球攻出去是一支安打。哇！今仔日咱的这个9番呢，霸龙队的林武力已经有2支安打的这个表现。所以这是今仔日台湾队第7支安打。林武力嘛是伫第2局摕倒来，得到咱第3分的这个选手。是。这个轮到是咱的开路的陈浩运。陈浩运今日同款嘛是有1支安打的这个表现。第2局哈。是。希望这个强势当搁甲拍起来，这阵头垒。这阵同款是 hit run， 同款是1支安打。这拍挂走。哇，这个咱讲局局有讲强势吼，这阵小连选2支安打，这阵讲安打的，今仔日陈浩运嘛是2支啊吼，3支2啊。
这轮到的是咱的 DH 黄俊武，头头就是走架先走啦吼，是不管是拍挂走还是走挂拍，拢是走架先走。是虽然这粒球其实投了真悬吼，伊要暗护这个走架，伊嘛是甲卡出去。卡住去安尼吼。诶，这观念真对啦吼，对爱卡这个鼓咯。哦，这个头点赶快是头点哦。诶，哇，这个 all safe， 哇，这个头点，这个潘俊武咧，哦，即阵互咱的这个台湾队，伫咧第4局顶半局一个满垒的这个局面。这个咱看到讲第4局开始，咱的战术搁较活骨啊吼。这个头点吼。可能嘛要考验因的这个手臂啦，但是这个投手可能要传嘛，较无经验吼。伊先要看3垒，其实这若传1垒也有机会。但是因为倒拍嘛，咱看这个潘俊武是倒拍。是。咱讲一般头点的拿走拿点啊。哦。所以无一定未必然有机会啦。即阵轮到的是咱的民宿啊。民宿啊，即阵 Captain Taiwan 有一个满垒，无人出局的局面。即摆看我倒来一支长打嘛。是。至少体2分啦。是。咱希望即局看我倒形成一个大局无啦。有影。你也大局甲分数吼。球较快。球较开咧吼，球较开咧，球较10分起哩吼。是。即场比赛就有可能伫7局。伫5局。5局。5局就看我倒结束无。是。分数真正甲扭起来吼。尤其咱讲过去有一个19-0的这个经验伫咧。其实咱的头大老师嘛讲到，这个拍数级数是较无共款的等级啦吼。面对咱的 Captain Taiwan， 过去嘛是有里外经验的民宿。哇，这球喊出去应该是一个安打无问题。这个3垒已经转来1分。1分得，1分得。哦，同款，小连刷咧，咱安尼应该是算4支安打了吼。在这个部分，咱已经来到4-0的领先。头拄啊讲1分打点的，这个是咱的陈民宿。因为这个讲起到这个倒我也头前啦，吼，无必要冒险。是。算第10个安打啦，毋是大机的啦。但是落去的位拄拄啊好安尼。对。就来到是咱的4番高玉伟，高玉伟咧今日嘛是有2支的表现吼，即阵寻求伊第3支的这个安打。目前4-0的领先。这球咱讲这局有影是台湾队的大机会啊啦吼。看我倒来拍一个大局无吼。对。形成一个大局。甲分数扭开去啦吼。高玉伟这球送出去，这个应该是高飞先打。高飞先打，够1分的3垒来走看嘛咧。哇，这球有影。那会走较慢咧。走较慢。哇，这个我卖使讲人传了紧啦吼。哇，这算讲一个双杀呢。是。高玉伟咧，这球是先去右外野接杀了后，球紧回传到本垒遮，哇，造成另外一个变向的双杀打。嘛无远啦吼，嘛真紧啦。就是要走哪唔走，就一寡丢度之下，这分怎啊无走动？应该是我感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无远啦，对，有较近一点啊。有影迄风可能搁细到头前过安尼。即阵轮到是即个5番的杨进如，杨进如咧今日第1局有1支安打的即个打击啦吼，伫第3局顶半局是刺杀，即回共款也是有打点的机会啦吼。对啦，有可能头拄迄个起击球是叫风的影响哦，先较头前去，
头拄啊，迄粒人卖走，对啊，莫走嘛是会使啊哦，你也莫冒险嘛是会使，一出局啊，还是有一个真好的机会，尤其个一出局万垒垒啊，系啊，因为一出局满垒含两出局一二垒，差得多啦，系差得多。嗯。来看到台湾队嘛是咧话加油加油！目前这个球速是徛伫咧打架这边的吼。头拄有讲到吼，轮到是咱的这个5番啦吼，杨进如。主要莫伤急啦，哎，哦，你有当伤歹球莫出手啊。好，佮等到一粒补上。咩啊？佮来结果论啊！头个结果论也是一人出局满垒。啊，即摆就真真得1分得哎，但是无要紧，吼，即阵同款是你一位，也是要机会。风影响啦，我感觉头拄仔迄粒球，吼，感觉讲诶，哪会尾啊接到球的位置，感觉离本垒真近啊。哎，有影咱看迄风咧吹风，本垒后壁这布棚是向这边咧吹安尼。所以对于咱讲打者要讲远，其实有难度啦吼。尤其你个悬。对。目前共款是满垒，对方的这投手咧，其实也是咧适应伊的这个好球区啦吼。所以目前咱的这个球数也是领先。喂，啊，来这落了无远啦吼，球落去，即摆3粒歹球啊啦，即摆爱选球啦吼。我感觉选球啦，因为你硬讲无一定安打。对。啊，你选到歹球，你就钱回1分啊。尤其咱讲到天气的因素，真正也是有影响啦吼。选球吼，即阵你搁选到一粒歹球就1分啊。对。诶，啊，即摆来顶头来无？顶无。诶，对啊，4粒歹球无对啦哈。目前咱靠到这个4粒歹球，又搁送倒来1分。目前咱是5-0。哇，咱看到这个乌阴天头拄仔也是出日头，镜头。啊，这个风台天就是安尼啊。天气变化是真是介紧吼。哦，虽然咱咧讲积极啦吼，这个有一个双杀打啊，但是小连续靠2个4粒歹球吼，咱搁送倒来1分，啊，伫咧积极咱也是得到2分啦吼。较可惜一点嘛，啊，第一分应该是第一分是安打摕到的啦，对对。啊，第一个积极的第一分是安打摕到的。哎，咱迄个是小连续4支安打吼。哇，你看迄个日头咧变化吼。即摆投的你就莫甲斗相共啊。目前共款咱是满垒的这个局面啊吼，5-0的领先，轮到是蔡地如，哦，应该是投袂入去。在咧投的你嘛裁判啊，即个好球区搁发烧吼，这个叫啥？这叫做无米搁当着轮个啊。无米搁轮过安尼啦吼。原来是，但是对台湾嘛是共款啦吼。这个好球哈。对啦，你裁判就是公平啦，双方一致啦。是。哇，这个好球咧哈。蔡地如嘛是笑笑安尼。即摆2粒好球啊吼。是。老实讲过，2粒好球，差不多的球都爱先出手啊吼。先甲破坏掉去。这粒无拍嘛是好球啊。这蔡地如咧，今仔日这个表现吼，也无安打。也无安打。2摆2好，2出局，完垒。你讲出去，争出去无？应该是。哎呦，咱得到1分咯，这个速度，速度无法度搁传出去。伊敢若早着尔啦。是。所以这个蔡地如今仔日咱头拄仔讲过无安打的表现，即阵1支安打，打2个1分，好，咱的领先局面来到6-0。这也是咱台湾队第11支安打。我还未比赛，我就认为讲这7局10分是绝对无问题啦。
啊讲5局有法度要摕15 15分，分这都爱看讲哦，你有哦，几个大局嘿，对，嘿，有把握掉无吼。是是，所以结果论来看吼，这局还是算袂歹。咱这局是这个摕3分，目前摕3分，哎，啊毋拿咧啦，好啊拍，嘿。即阵轮到是蔡伟泰啊，蔡伟泰是咱今仔日的这个捕手，啊，伫咧这个打胜嘛要顺球，今仔日的第1支安打。这局已经拍1轮啊，是，哇，共款啊是投袂入去哦。即摆佫3粒摆球是啊，这8名等的啦，8名单的有影。对，8名等的啦，哦，因硬讲无一定安打，绝对爱等，绝对哇，有影爱等，佫1分啊！对，佫1分啊，哇，今仔日的这个第2任保利斯坦的这个投手换起来，伫咧这局，先互咱讲4支安打，虽然有一个双杀啊，但是小连续咧4粒摆球，佫1支安打，啊，即阵咱摕到咱这局的第4分。即摆换林武力啊吼，武力，哇，这个你看这个 K 撞出来吼，哎，啊，有影无写着好球，好球区哦吼，无写着这个 strike zone，无甲伊冤枉啊吼。嗯，啊，即阵轮到的是林武力，啊，林武力就是今日头一个打失起来啊，即个积极起来，有一支一垒安打，啊，咱的即个攻势大串联的时阵吼，啊，因哦，哇，这至少2分哦，啊，至少个2分哦，看卖咧先走单，3分，清蕊的清蕊，哦，清蕊的李瑞安打，哇，即局真正互咱的老师摇着，相信咱的观众朋友嘛看甲真欢喜啊吼，这是一支二垒安打，清蕊的李瑞安打啦哈，这个林武力即阵3分的打点吼，即球真正讲了袂歹。后日2出局啊，6球攻出，就是你爱拼死走，拼命走啊。是，目前来到10比0啊咯。这好加载咧吼，无定这局起来，咱一个双杀单，我想讲，我本来就有机会形成一个大局的。啊，火花去啊！嗯，好，你家在咱伫咧7局啊，伫咧第4局7分大局，啊，这个攻出去，应该嘛是一支安打无问题。应该可以得分咯，应该可以得分咯。就这分看，哦，无走，伤紧啊，伤紧。是，啊，所以这个攻出安打的是咱的这个陈浩文。啊，所以伫咧第4局的顶半局咧，咱啊，这个大局真正是真好的这个机会啦吼。5万国家这个分数继续救，啊，连这个教练。因话暂停啊，time 应该是去换吧。哎，对巴利斯坦来讲，换伤慢。但是因一般这种球队有当是愈换愈歹啦，嘛是有有当愈换愈歹，咱坦白讲啦，有当是好的先起出来啊，看爱调位啊。是。压制袂掉的，是啊。啊，不是过来咱嘛，毋是咧看紧对手，还是讲无了对手啦？你其实以目前双两队的表现，你来看，我讲的无毋对，就是差不多国小对高中的比赛啦。嘿，实力其实嘿，对。即阵因要换起来是第3任这个投手，36号。嘿，36号。汉超真好哈，体型看起来真好。啊，对台湾来讲，第2任也是够机会当甲分数搁继续救去吼。不是个咱看着讲一垒，这个头拄啊讲安打的浩文，可能甲伊的这个护具吼小甲烫掉者。啊，轮到是呢好爸爸36号啦吼。咱看画面中吼，迄旗啊，风有一仔乱吹呢。是。哦。毋是拢共一个方向。毋是嘿，毋是拢共一个方向的吼。你看迄个草同款，所以这对选手来讲嘛是一个考验。对手臂来讲也无好手啊。是。咧判断这个飞球吼，迄个飞球
飞伫半空中的球会较难度会增加。是，目前换这个大炮77号。77号。比赛佫转来到现场，因换第3阵的这个投手普巴巴，咱投垒成功。这咱之前都有讲过是哈。这也是咱这场比赛投垒的这个公式是哪来哪坐吼。尤其有当会趁咧讲对方换投手吼，当换起来伊嘛会较无注意到。是。有当换起来投手，伊会甲焦点吼放伫即个打者。伊较袂注意到讲对上的走者。专心都拢伫咧本垒帮遮啦吼。即阵轮到是咱即个潘俊武啦吼，潘俊武伫第4局拄起来时阵是一个头点，迄当阵嘛是一个all safe 的这个开始吼。即阵你共款有制作打点的这个机会。2垒3垒，看会当个送登来2分无？普巴巴这个投手球速领先，哇！咱这个强三振起来。所以咱看到讲，这局咱摕到一个大局吼，7分，咱目前是10-0领先巴力斯坦。抓得来 Vicky 的。欢迎继续登来到咱的这个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巴勒斯坦这场比赛，头到第4局顶半局咧，台湾队是摕到7分的大局啦，目前是10-0领先巴勒斯坦。咱今日是讲13支安打嘛，帮助吼这个球队咱讲即阵是第10分的这领先吼，有望伫咧第5局咱啊，搁一个大局就让苦斗对方提早结束这场比赛。好，然后即阵同款也是咱的这个。Cincinnati 红人队林胜文继续来投球。目前面对的是因的这个三番 Tarik Subal， 因的这个三番啦吼。今仔日其实胜文的这个投球表现除了第1局、第2局也咧找这个好球区strike zone， 但是尾仔嘛看到讲以上对方的 K 是真侪张啦吼。这个球马是游起来，无问题。伫咧第4局面对三番林胜文的共款投第8 K 哈，嘿，这是今仔日第8 K。这轮轮到是巴勒斯坦第4番Dylan。
庆文即阵是哪投哪好势。哦，非常之好。正经是拍无啦吼，我感真正是。目前这个林信文的这用球数吼，差不多第4局吼来到要50球。同款即阵球数领先，哇！同款个一张 K 可以，这是林信文这场比赛第9 K。分阵出局，目前2人出局。每一局拢是 K， 吼。目前还无安打啦。对，敢若有一个这个出局数是刺杀，其他拢是 K。无，头仔顶迄个3局最后一个出局数是2垒传1垒啦，哦，是内野的头家球，内野角咯。所以即摆是拢总有11个出局数嘛，11个出局数有9 K，9 K 就是一个头垒刺杀，啊，搁一个内野的角咯。同款，目前球数领先林信文。这三十面摆正重啊，结果歹球。意思有够啊！哦。林信文伫第4局第3个出局数，掠起来无问题。这局同款是3张 K， 3上3落无问题。但对目前也是10-0领先。耍得来 Vicky 的，耶！耶！哇！你敢知影万华旧名叫放假？欢迎继续回来到咱的这个比赛这个现场，然后咱看到讲，即阵已经要来到第5局的这个顶半局。伫咧第5局顶半局咧，咱其实也有顺球，吼，伫咧提前，吼，提早结束比赛这个机会啦，吼。咱若阁得到5分，其实咱伫咧这个第5局后半局收起来，咱就当提早比赛，吼来结束啦，吼。啊，今日嘛看到咱台湾这个打线吼，其实嘛是有真正好的表现，尤其是这个第4局顶半局，咱看到讲。虽然有一个相杀啊，但是靠着因的这个4粒歹球的补上，个咱这个安打的这个锻炼吼，其实拢有甲这个分数甲保持好好势啦吼。所以即阵目前是10-0的这个领先，目前已经来到第5局的顶半局。啊，这种13支安打，算是拍了也是袂歹啦吼。啊，尤其老师头仔嘛讲到吼，这个第5局紧甲牵招起来了后，好好来应战马仔这个韩国队。是。较早都休困的。尤其咱讲今仔日咱是中昼拍的这个比赛，马仔开始拢是拍暗时的，所以咱的调整会当较好势。哦，今仔日咧，咱讲伫咧比赛这个现场咧，除了透早吼18-1日本赢菲律宾，啊，即阵咱10-0领先。目前咧韩国队对这个香港咧是5-0的这个领先。所以咱讲到同款啊，咱是伫咧 B 组面对的，咱讲另外一个强队就是韩国队啊，所以即阵因也是领先。哎呦，这粒先看到这粒是钓到了哈，单民数 hit by pitch 啦吼。所以民数啊，即阵徛起哩1垒
好佳在吼，夹到伊的即个护具吼，哎，顶头，所以应该较不要紧。是。好呀，但是咱讲第五局顶半局，已经有一个人徛起哩一垒啊，代表咱的攻势嘛会当再起。现在上场的技术点是41号高宇。即阵来到是即个咱的四番，咱的高玉伟，今日有2支安打表现，但是伫咧第4局制造即个变向的即个双杀打，较可惜淡薄，但是好佳在。可惜啦，因为迄粒球讲去正外啊，讲了较近一点嘛。是。但是即阵咱来讲机会，也是有机会，互咱的高玉伟继续来去锻炼吼。这个球啊，射去外口去吼。日本队是清一色拢是社会人的选手。是。韩国队我相信韩国队过去伊会往那甲咱台湾共款啦，伊会小可透烂嘛。派一寡有可能是职业较少年的来拖经验。是。来磨练一下咱讲即回亚洲棒球锦标赛入选的台湾选手，明年啦名古屋的即个亚运就是有一挂的人拢会来做明年即个比赛的即个部分是。即阵国际信号原啊，有当时啊好，有当时啊无好，但是咱看到讲即阵高玉伟面对即个投手球速是领先啊3粒摆球3粒摆球一队有人3粒摆球。是。比赛进行到5局上半。有影即个信号咱搁等待伊好势啦不过咱嘛望讲可能即个高玉伟应该是袂歹，有安打的表现啦伫咧即个情形之下咱嘛看讲今仔日的即个双方的即个表现咱目前是10-0的即个领先。咱讲伫咧即局看会咱搁制作一个大局无，互咱即个军心稳定一下，好好来应战马仔的即个部分。但是头拄高玉伟咧，应该是主要是讲适应即个场地啦无毋对啦补上起哩啦目前是即个1、2垒，即摆应该是第5番啦。咱的进入即个目前呢，咱的即个第5局顶半局起哩的，拢是补上起哩。一个是跌到陈敏树，高玉伟是补上起哩。即阵轮到杨进如今仔日第一局一支安打，过来刺杀4粒摆球补上。也是投袂入去反正搁3粒摆球啊。是。3摆1颗，5局上半。即局咱台湾应该是要好好保持起来啦哇！这球选择来进攻了目前球速来个满球速，杨进如对因第3入投手爸爸破。共款等到一个4粒摆球，所以即阵满垒的局面，咱来到6番的李益伟，咧今仔日共款等到2届4粒摆球补上，第一个打击是刺杀，目前有一个真好的表现机会是满垒的局面。李益伟咱头拄讲到是共款是合作金库的一个选手啦主要是巴勒斯坦人的投手摆球都上悬啦投袂入去。但是老师头拄嘛有讲到，咱毋免望队仔去甲帮助啦是啦。有你个讲。而且你凊彩对摆球出手有当你会家己拍了去偌年呢。是。因你即马来主要面对即种球队是爱来调整。你茫调整一个颠倒摆。颠倒走正去，老师头拄讲的 discipline 非常重要，纪律。这球其实投了算袂歹啦今仔日主审即种来角球拢会扣。拢爱李益伟，哇！像即种真歹的球，你就莫硬要出手。是。
咱家己讲的，我莫说拍，莫说毛啊，莫再说啦，莫再说了吼。嗯，华语就是走，走不要那么走。嘿哦所以咱这阵好哇，这球拍出去，应该是有一个安打的机会。欧吧，哎，接到，或者哇，意外接起来，但是应该是无问题。单边数走倒来，咱今日第11分。我看见那欧吧咧吼。哎，所以咱今日看到讲，今仔日这个李一威啦吼，这个是高兴这个高飞牺牲打，吼，帮助球队后面数啊，倒来走到1分。好，这是咱今日得到的第11分。即摆信号个歹去啊，卡掉的是。无紧，吼，咱看到讲头拄啊，若是有讲出去差不多咯，信号就无啥介好吼，可能这个阿达利嘛是有影响因的这个信号。无紧，吼，咱即阵对着。这阿达利影响着信号，暗时见安达就固定位置，咱古早是讲固定位置。即摆毋是啦，即摆是靠信号的啦。即摆是靠信号的啦，古早是靠卫星的，讲了伤悬，讲去到太空，甲迄粒卫星讲歹因。有影啦，真正可能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咱看到讲即回这个比赛内底吼，较侪有即款现象吼。不如讲咱讲，即阵咱是11分的这个领先，吼，也是算袂歹的这个攻击啦吼。好，咱嘛来回顾一下吼，今仔日。这个第5局顶半局，哦，咱搁摕到1分啊！伫咧信号无好的时间，咱搁12-0啊！这是12号，这里应该是蔡伟泰啦吼。来，蔡地如，即阵是蔡地如，传用一垒，哇，这是一个 double play， 这是一个双杀的吼。目前应该是无12分啊，应该是11分哦。目前咱是11-0。这双杀吼。是。多谢啊。转得来 Vicky 的，耶！耶！哇！你敢知影万华古爷叫放假？就转来到咱的这个第5局的后半局，咱即阵看到林胜文哦，今日真正投球好表现啊！吼，即阵先互伊换落去休困一下，即阵换起来是咱第71号，这个来自中信兄弟的罗明宇。咱讲到今仔日吼，虽然伫咧头前吼有4粒歹球，咱讲送互这个巴黎斯坦哦，但是尾手咧拢无互对方拍出任何安打，啊连续嘛制作几来个 K 哦，拢是3上3落即款一个表现。老师你甲新闻啊拍几分？新闻啊拍几分哦，但是我是感觉因为你对手无共啦，你对手是巴勒斯坦这种顶级的选手，我是感觉先莫先莫甲伊拍分数啦，拢来看因做一寡这个调整。是啦是啦。啊，咱头拄讲到这个罗明阳吼，来自兄弟这个选手，其实嘛是今年吼，伫咧一军投了袂歹吼，但是伫咧明星赛迄当阵吼，手去受伤去后休困淡薄。啊，但是伊嘛讲，趁即回国际赛这个经验，互伊这个咱讲经验值吼会当增加，哇好影。
因为咱讲巴勒斯坦这种球队，你会使讲啊，你若你讲一个高中的球员，你对着国小的选手，你也讲啊，我家己拍几分，我嘛毋知要安怎讲。是，咱家己拍分数，算拍分数，袂歹啦无啦，拍分数主要就是讲伊的控球啦，吼，伊买球袂使伤济，控球爱好。哎，有影啦，颠倒是胜稳啊，有回稳啦吼，伫咧后尾即个比赛内底，咱看咧讲内容也是算袂歹啦吼。啊，即阵明稳啊，吼，对上的是因的即个 Unis Halim 因的5分，6分吼，6分，即球攻出去，看二垒手传向一垒，应该是无问题。啊，哦，速度嘛袂歹呢，因的卡定嘛袂歹啦吼。这速度嘛袂歹。是。这也小可丢丢咧，都袂赴啊。都袂赴啊吼。靠着即个刺杀，先摕到一个人出局。就卡去二垒啊，哦，二垒手接到。这应该是咱今日看到巴黎斯坦第一个拍出去。无，头前迄个国路三局上半就有一个啊，三局上半最后迄个出局数。哎。哦，迄个另外迄个刺杀啦吼。哎。共款拢是4团3啦。是。这个掠好球。一摆一个。罗宾洋啦吼，这个是咱讲24名选手内底6名职业棒球，吼，包含罗宾洋伊本身伊是头一届，吼，穿咱台湾国家队的衫。哎，啊不是个咧，这个兄弟的投手教练见面啊，讲有投球数的限制，对，买甲保护者。哎。对啦，咱无希望讲因哋来参加即个国家队吼，是来影响到伊个人的前途啦。所以就是亲像即款低局数，尤其伫咧第5局啊，咱分数有11-0的即个领先啦吼。哇，这球！来，小刀传向一垒，无问题。第2个刺杀。所以这个罗宾用起来，共款拢找到差不多的方向吼。主要就是投方拍啦，投对方拍啦吼。你投方对方拍，你嘛免3甚至只个3、6球啊。是。现在上场的球员是上号亚历山阿伯。这就来到因的这个8分。好了无？这个目前投手球数领先啦吼。2名好球无歹球，是2出局5局下半。啊，这球可以攻出去，伫咧外野，接杀出局无问题。哦，伫咧咱第5局换起来，这个中信兄弟罗明勇选手，同款是互因3球3落，无得到任何分数，目前咱11-0。耍得来 Vicky 的，耶！耶！哇！嘿！
转得来飞可以的，耶！耶！哇！你敢知影？万华旧名叫艋舺。转得来飞可以的，耶！耶！哇！你敢知影？万华旧名叫艋舺。恭喜台记台阿文报道，趣味的赖大图，斗阵讲台语，阿文头一摆，图实在有够强，趣味的生活用语，做伙练台文，台记台活泼的赖大图，等你来买哦。是啦，咱今日看到这场比赛吼，五局拍完，咱台湾队是11-0的这个领先吼。咱讲到今日台湾队是有攻出13支安打嘛，靠着林胜温呢，今日这个咱讲三振功力真正是一流的啦吼。所以咱目前是11-0。那么讲到这个比赛这个赛制来讲吼，这个15分伫咧5局，所以伫第6局咱个得到分数也是有机会当考到啦吼。是，你咱希望讲得到4分啦。得到4分15-0，是咱就6局，因假使巴勒斯坦也无摕到分数，咱比赛就结束。有影。咱也无摕到4分以上，是咱爱拍到7局啊。对。这我一开始我就讲啊，基本上7局要结束应该问题无大啦吼。是。7局10分。10分，咱即阵11-0的这个领先吼。即阵面对的也是因换起来这个第3任的这个投手巴巴普。咱讲这个台湾这个选手吼，今日其实差不多拢有发挥啦吼。咱看到讲自1番到9番，今日咱的表现拢是真好。当然也是靠对手一寡这个4粒摆球这个补偿吼。但是咱有机会时阵大局也是甲伊制造起来啦吼。亲像第4局这球大局。后尾咱嘛讲到，这回真正是先做调整一下。咱讲马仔这场比赛搁较重要，是面对这个韩国队。明仔载这场应该就是关键，就是讲咱是分组第几名入去复赛啦吼。所以咱讲到这阵的另外一方的这个比赛就是伫韩国对
香港也是对香港这队吼，已经是8比1韩国队领先吼，所以咱若是今日拢赢，就是拢是一场的这个赢场，马仔这场就是非常关键。你拼讲像是第一吼，伫咧 B 组、分组。尤其咱这决赛即马拢用这个超级循环赛吼。是。超级循环赛就是讲你入去决赛会甲预赛会正式带入去。这即马一款国际赛，我是感觉这个制度是不哩啊公平啦。是是。较袂讲排除一寡运气的成分伫的啦。你古早有当讲啊，我预赛甲你赢，吼，结果我决赛顺输你，会感觉无公平。无公平吼。即阵轮到是咱的这北番今日担任保守的这个蔡伟泰。哇，是，自拍球哈，自拍球就是好了无？盖我。哦，这种球足痛啊！哎，就是夹着。所以这对选手吼，伊也较会拍到这种球，伊拢会放一寡护具啦。哎。哦，不管是伊的 spike 哦 ，spike 咱讲就是讲伊的顶仔下、顶头吼，还是讲伊即个骹目哦，骹目即个所在。是。啊，咱骹目有的人可能听无，然后骹目就是脚踝啦。脚踝吼。哦，咱一句俗语，大家都应该知啦，台湾钱用骹目啊。哦，哇！但是这个 dead ball hit by pitch 啦吼，夹到这个错位台，拄则家己夹到，啊，即摆去用夹到安尼。啊，所以这个补上，补上起哩1垒。夹到伊这个手，伊这个倒手。所以目前呢是蔡伟泰来到1垒，轮到是咱今仔日小岛林武力。今日林武力有一个青垒的2垒安打。这个四强啦吼，嘿，但是这种换咱的选手哦，换代打，嘿，换一个代打。世界伊的这个来角去吼，这是咱6号来自台湾电力，就是台电的陈胜贤。主要讲分数球我开啊吼，尽量互一寡选手大家拢有起来，这个搏斗。这个搏斗探团，无团哈，这个来到2垒啊，他多黑白 pitch 的蔡伟泰来到2垒。像这种记录就袂使记头垒啦吼，是 wild pitch， 讲 WP 啊。是。哇，这个球过了，哦，撞出去啊！撞出去，哇，这里啊，哇，这可能有他都得分无？伊个走倒来咯，扣了无清气啦吼。是，这可能会当记一个胜误啦吼。这扣球扣了无清气。扣了无清气，啊，即马去探团。是。探团的话，这个打者去趁这个机会，即马打进2垒。啊，多这个大打建功啦吼，看起来是陈胜贤吼，同款，咱今交换拢不哩好啦吼。所以这阵目前比数已经够球开啊，12比0。到拄啊，这个 hit by pitch， 啊，还有搏斗，去到2垒，啊，趁陈胜贤这支安打，佮得到1分。哦，听到咱的这个教练团 nice 一句话了吼。这阵是陈第武，同款嘛是有换大打，嘛是建功。这个有打点嘛，无问题啊。走倒来第13分，第1不第4，无问题。这是换起来换做1番陈第武啦吼。这个咱台湾队士气有影真好，啊，目前咱伫咧第6局阁得到2分。哦，这样喊出去安尼。目前呢也是无人出局啦吼。教练是毋是阁甲球提起来？
可能搁爱换投手啊，哇，36号今仔日因第3任投手土爸爸，即阵换落去休困。即阵咱无人出局吼，一个一垒，也搁有头拄仔讲出安打的陈志武。我今咱所有的球员拢有真好的表现，尤其代打搁2支安打小分数。所以咱讲，这个 B 组第1、第2，就是台湾和韩国在拼。是。哎。啊，即马 A 组就是日本。日本看，我咧摇啦，看是中国，看是中国还是菲律宾啦。是。应该是中国较有机会。中国过去亚锦赛我是较希望，我是较希望中国起来。你是讲台湾、中国对决？咱能甲敌。咱会当甲敌安尼啦，吼，有影？能较这个清气一个安尼吼，所以咱这个比赛，这个咧进行啊，今仔因的这个比赛排伫咧暗时，当然伊是主办国家啦吼，因即回这个门票嘛是主办国这个摕到的一张门票，其他咱这个台湾、日本、韩国拢是过去亚锦赛前3名，啊，这个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是西亚杯哦。这阵共款的是二番。潘俊武，这第4任的投手，是，这个换起来。一支开出去就是15分啊。15分啊！潘俊武啦，潘俊武今日打击嘛是袂歹。好，这支讲了伤悬，哎，讲了较悬一点。讲起天顶的角度，但是这个互因的这个左外野手接起来。风也是真透啦，你看伊咧接迄阵哈，伊咧走动的吼。回归有机会吼，来到咱的这个中心打线。即阵轮到应该是咱的3番陈敏柱，咱的 Captain Taiwan， 今嘛是有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按2届补送一届是4粒这个摆球补送，一粒是 hit by pitch， 即摆应该换代打啦吼。10号是咱来看一下吼，应该是安尼10号是碧瑞，同款是来自台电的选手。所以咱讲这个全野手拢是业余的这个选手，咱来自这个合库啦、台电啦、台寿百良啦，吼，还佫有一寡台南市，其他城市队的球队。对。目前咧，咱二垒吼，也是有机会甲积分甲先送转来。应该是有机会出去啊！一支安打无问题。无一定要动来，你这浅浅啊。对。这个讲出嚟是换起来代打，安尼黄碧瑞代打又搁健康。即马1、3垒有人，1、3垒有人，一垒投2垒吼，变2、3垒有人。是2、3垒得来就15分啊。对。下半桥咱甲收起来，咱就后面就准备要咱就要迎接马仔比赛，咱嘛用先倒休困。咱嘛要好好准备马仔的对阵安尼。即阵轮到是咱的4番高玉伟，高玉伟今仔日吼嘛是有2支安打的表现。对方的保守无好，其实用投垒啦。会当投垒啦吼。投垒你用。避免相杀。减一个相杀的机会啦。是。这面对的就是头拄仔因换起来第4任的这个投手。但是有当一寡比赛吼，咱比赛啊，球较开，有当算讲礼貌起见，歹势共投垒啦。拄啊好就好安尼啊。这球先看出去，哇！但是咱头拄仔讲的，safe， 1分转来。差一点啊！差一点啊！头拄仔咱是讲上无爱拄到的相杀，好你家在这回。
伊嘛小可伫咧手臂头顶有丢度啦，吼，咧传球的时阵， 即阵这算一个野手的选择啦。野手选择，嘿，野手的选择来接地先。但是即阵就是佫差一分哦，咱即阵目前是14-0。即阵轮到是来看场面，结果是强刺杀。14分。14-0咧，咱伫咧即局摕到3分哦，但是14-0咱也是大幅度的这个领先。 在地啦！恭喜台记台阿文报道，趣味的赖大图，斗阵讲台语，阿文头一摆都实在有够强，趣味的生活用语，做伙练台文，台记台活泼的赖大图，等你来买哦！ 欢迎继续回来到咱的公司台记台和华西做伙来转播这场台湾对巴勒斯坦的这个比赛。哇，目前咱看到讲台湾队伫咧第6局顶半局又搁摕到3分，目前咱是这个14-0的这个领先。虽然无伫头拄啊苦斗这场比赛，但是无要紧。即阵咱看起来这个第3任的这个投手66号，咱来看66号是来自咱的这个美传李志林。 这嘛是这棒球，这个棒球啦表，咱国内这个棒球有3个，是里外有3个。 补助嘛哪做？蔡，同款是蔡伟泰，蔡伟泰。哎，即阵比赛要个进行到咱的第6局的后半局，哦，咱头拄换到的这个投手是来自美传66号李志林，目前比数14-0。另外一场比赛哈，就是咱讲的韩国队目前是9-1的这个领先。 啊，这3任的这个投手拢来，互伊试一下伸手安尼吼。这个顺球第1粒好球，哇！就讲调整啦吼。哎，我相信伫7局下半应该咱嘛会搁派另外一个投手起来。是，因为这比分数也是领先，咱就当试验所有的这个咱的投手啦吼。哇！但是第1个起来就是4粒歹球。 这是来自美专良的李志林。我就进去个啊，安打者，哎。咱的捕手嘛是真有经验的啦吼，这个业余的选手嘛是老先摆。 这粒是一个跑步，这李志林看起来，就感觉真少年吼。哎。哇！但是也是个顺球的好球区哦 ，strike zone 紧吹出来。 咁咪是因为即个天气互伊影响吼。嗯。好，总算来到一粒好球。照你讲，像伊应该伫边仔牛寮区已经有先烧过啊。嗯。这 Facebook 吼。是。
是较低淡薄吼。 2摆2个，李志伦其实就是今年拢伫咧二军出赛较侪啦吼。也是有顺球第一个出局数，即个讲较紧啦吼，哎讲较紧啦吼，经验较无法丰富。是啊，其实这国际赛就是上好吼，磨练的机会。有影19岁，等于就是高中这个 U18拍煞，这就是升邦的第一场比赛呢吼。加油这个！哇，佮投出一个满球数，篮球手，安尼是较注意一下，咱当小可佮做调整一下。茫个保送啦吼，嗯主要刚往吼对手拍，是，唔通保送。个对方嘛是概念吼。这啊，这个测速性吼，嗯速度无迄个，无定当，其应该实这球无法慢。嘿，感觉球乃感觉较慢一点点嘛吼。对，这算讲咱讲有快乐性，这痛苦性。这痛苦的有影对投手来讲，嘿讲无啦，投手我就无投较慢看，的。投手看无啦。啊，来个满球数，顺球第一个出局数，也是甲伊拍出去，破坏掉。感觉球速速度应该无法慢吼。嗯，因为咱看电视这个纪录转播，才敢若这127公里啊。哎，因为李志林上紧有到150公里的球速。喂，抓起来无问题，嘿嘿。恢复啊啦吼，这是应该有的，会入选的职业棒球的这选手的水准吼。这个是变化球啦。嗯我较怀疑的是讲，伊也照你讲，伊同紧的速度150，哦，咱咧看这画面中，伊就是慢动作，就看起来真清楚吼。嗯，看伊安那地球，安那吼，安那地迄粒球，是就知影讲伊投的球种啊。啊，这是来自转播单位三粒好球的位伫倒位安尼吼。你若讲有法度快速球有法度来到150，你佮安那慢嘛，无可能讲到127。对，啊这痛苦情有影。啊，所以即阵轮到是这个第6局离番吧，哈。二番，对，因为 Luke，今仔日 designated hitter，因为 DH 指定打击。是。啊，这球应该有这个守备的机会，所以到的是咱的这个右外野无问题，两出局这哪曾受到风的影响吼，是受到风的影响啊！你咱这点名输，伊拢会嘿，咱掠无嘿，掠无讲介准哦。现在上场的球员是6号 Tariq Subur。即阵来到因的这3番 Tariq Subur。咱台湾队的这个3人投手吼，即阵也是无安打记录。对啊，所以你讲像这种队伍吼，嗯，是无共级数，我是感觉讲，咱顾好家己投球的内容就好啦吼。嗯，水啦，两粒好球。伤悬。投手的球数也是领先吼，看当赶紧甲即个出局数甲摕落来无？无问题，三振。伫咧第6局后半局咧，也是无互巴力斯坦得到任何分数，即阵台湾吼14-0领先。
抓得来飞起的，耶！耶！哇！你敢知影万华古名叫放假？欢迎继续登来到咱的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做伙来联播的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上巴勒斯坦。目前咱的这个比赛已经来到14-0哈，来到第7局。啊，咱会当伫咧第7局，若是赢10分以上，咱就当可到啊这场比赛哈。老师先来甲咱简单吼说明一下头前咱这比赛。比赛目前就是巴勒斯坦一支安打拢无啊，连6局摕6粒亚两啊。是。哦，啊，咱目前已经14分啊啦，吼，我就一开始我就讲，我讲这种队伍咱无可能会输啦，是赢多赢少啦。是。哦，目前来到第7局顶半局啦吼，咱看到这支应该是一个内野安打无问题吼。这一般来讲哦，分数领先较侪吼。是。这种无成文的规定，实在是较无应该用这种战术啦，啊。差不多起来这个王定玉啦吼，是换起来这个大打。系啦，较无应该是讲用这种偷点的方式啦，吼，就是讲你着正规来拍，哦，有才调你着讲安打，你莫用偷垒啦，莫用这种点啦、偷垒的方式啊。尤其这局来讲吼，应该是最后一局啊。对。稳稳啊拍就好。啊，毋是讲，因为你也讲是后攻的，你也讲是6局后攻，有影讲。哦，1分，6局15分，对，拼一个吼，拼差1分，啊，咱就比赛就结束啊。是，伊这是已经最后一局啊。对。哦，这我感觉，这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啦，我是感觉无必要用这种方式啦。是，哇，这个应该有机会是包括。哦，盖外球哈。哎。有当咱嘛是爱鼓励这种棒球开发中的国家啦，吼。对。咱来以球会友啊，交一下朋友咧。交流一下好。哎，哦，你赢在啊。哎，啊，带队有这球拍出去，伫咧右外野去用接杀，哎呦。水哦，哎，这球接得袂歹。哎。特别是因为这手臂啦吼。嘛是有一定的水准啦，哈，我是感觉讲嘛是有一定的水准。这个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因这回是伫咧西亚，吼，这个杯赛摕到这2场吼。这目前这个比赛14-0，吼，这阵第7局的顶半局，可能做一寡大打上这个安排。是，我都看到汤丁凯，咱的总教练。这种共款，哦，是讲大打。39号。咱来看39号，是来自吴尚君，哦，这是保守的这个位置吼，所以等呢第7局后半局应该是换伊来互补。哦，今日呢这个蔡伟泰其实是这个手臂袂歹，哦，啊咱嘛讲到，今仔日伊的这个打击表现较无啦吼，就是一个刺杀一个接杀。4粒歹球个 hit by pitch， 所以这阵换咱39号吴尚勋，赶快是合作金库的这个选手。主要是这种比赛分数又开啊啦吼。当然大家拢起来，嘿，大家拢有起来，拢有上场的机会，来适应一下场地咧，吼，来感受一下这个比赛气氛的啦。
但是这对方的投手也是投袂入去啦吼。这平潭比赛场地离台湾应该是真近啦。足近的。对。较早讲台湾、台北港，直下讲3点钟就到，坐船。应该是真近啦，所以气候应该嘛是加即个台湾的北部应该争吵会介多啦吼。4粒球，4粒球。所以目前咱这个1、2垒有这咱啦，这2垒是头多头点，造成一个内野安打。这阵是上分5上分，4粒球。这阵轮到的是咱的6号的选手陈胜贤。但是这是一个，结果敢若刺杀一名，菜碟啊吼，但胜贤是头拄仔换起来吼，有一支安大标迄个，本来菜碟仔形成安上山吼，但是球落去6-4-3啦吼，6-4-3啦，本来讲速度接到要传哦，二垒要传2垒的时阵，结果溜手去。即阵来到咱的77号陈志武，这球攻出去，先加1垒，3个人出局，这局无摕到任何的这个分数，也是14-0领先巴黎斯坦，但是上尾一局咱来迎接胜利。抓得来飞起的，耶！耶！哇！继续透过咱的转播，咱继续来看台湾和巴勒斯坦这回咱讲伫咧平淡的亚洲棒球锦标赛第1战吼，即阵咱个换咱的第4任的这个投手是这个18号的王宇杰，来自台湾电力公司，咱业务这选手，所以今仔日咧咱就这个女外美国辛辛那提红人队各有2名来自中信兄弟罗明勇和咱的这个李志林来自美宣二军，即阵搁甲台湾电力。王宇强摕起来练兵者，头拄仔咱嘛看着讲，这捕手已经换头拄仔起来代打的这个5上分要甲这局好好守落来。咱即阵是14-0，这局咱若是守来，就当提早结束这场比赛。所以王宇林呢，王宇杰啊即阵摕到一个好球，差1分啦咱啊讲伫这个第6局迄阵有法度搁1分。这个1分，就6局下就结束啊。是，这球应该是咱的守备有机会。中外野手、右外野手、右外野手先接起来，无问题。对啊，这个 right 接到哈。是，是咱的这个杨进如，这个 right 把这球接起来。第1个出局数。影啦这个中华野手嘛是去甲补强者，尤其这个风扇来射球，才要射去倒位安尼。好球，无问题。5分。来轮到因的这个亚信啦
哎呦，小可较悬了无？咱目前咧，这个14-0的这个领先，今咱讲的是17支安打，这是换起来的这个第4人投手。这个跑步目前咧投手球速领先。这王宇杰这个过去新闻嘛，写讲伊过去有这棒球的实力但是伊个性较介意点睛。伊的这个弟弟咧，王宇翔这个选秀的时阵落去天第4名指名所以一个人讲，处理有一个人讲这棒球就好。是啦，伊较介意稳定的台电的生活啦，台电嘿。这个信号又个较无好势啦卡掉的，卡掉的。但是咱就是要来好好迎接咱第7局下半局，把这局收起来呢。希望紧到啊，唔通信号恢复的时阵比赛就结束啊，这真有可能哈。是。有影咱讲到头拄啊，这个宇杰宇翔因两个真正是有真好的这个表现啊。咱头拄嘛讲到一个咱看到整个的这个比赛内底咱今日派出到4人的这个投手内底会当看到讲，王宇杰想要来做一个 closer 的这个角色伫安尼。所以目前呢，这个满球数，应该是 2 out，应该是这个成功甲这个第2个出局数，甲伊摕落来。是。所以无问题啦咱即阵只要好好修上尾这个出局数就会使啊。目前呢，咱看到讲王宇杰这个 closer。共款即阵已经摕到2粒好球啊来，这个飞空三振是。是。应该是一个飞空三振啦目前出局数，这个过路来看到小道传向一垒，应该是无问题结果是一个 safe。哇，这是因今仔日的第1支安打。对啦，总算拍这个安打记录啦。这是来自这个因的哈林。因的6番伫咧王宇杰的手里，这球算是讲了袂歹佮伊的卡停紧啊走出来因今仔日第1支的这个安打，第7局后半局。了较悬一点啦是。不过咱嘛是传了袂歹啦卡停紧。是。主要是卡停紧。即阵换因的这个 Adam Musa， 是因的7番。第2粒好球来咯，咱阁剩1粒好球，就当迎接这场比赛胜利。三胜，恭喜台湾队收下今日台湾对巴勒斯坦这场赢场的这个比赛14-0，然后咱今日看到讲。台湾队真正是4名投手联手，虽然伫咧上尾一局红讲一支安打，卡定较好啦。老师整体来看，咱表现是如何咧？这算练兵啦，因为坦白讲啦，面对巴勒斯坦这种球队要输是真困难的代志。是。主要是看咱家己拍了有好无，收了有好无，咱手臂有失误无，咱投手控球稳无。当然咱今仔日有2名投手控球一开始起来也无啥好，这必须爱讲伫尾啊第10内面紧来调整。是，因为咱讲到这个第1任投手林信温虽然伫咧第1局开局先等2粒、4粒歹球补上，但是小连线咱就看到伊好好配合，3场客送对方实在是真好这个表现。另外换起来这个罗明阳中信兄弟，还有这个李志林以及咱上尾做 closer 啦咱讲到王宇杰其实拢是有真好这个表现，尤其打线嘛是真正锻炼咱看到讲这个17支安打真正是得到真好这个表现老师，咱看这个打球的这部分，你安怎来这个？因为级数无共啦，因咱主要要争取好的成绩，对手还是日本跟韩国啦。是。日本、韩国的投手的顶级一定是加这个巴勒斯坦也好啦，香港也好，绝对是无共款的啦。所以咱讲到这回这个亚锦赛第1场比赛咧，咱是看到
台湾14-0赢到这场比赛。啊，咱嘛讲到另外一场比赛是来自这个香港对这个南韩啊韩国目前另外一场比赛嘛是12-1啦，因这阵拍到第5局啦，所以马仔这场比赛尤其重要就是咱对韩国这场比赛啦啊，尤其咱讲到台湾这回派出的这个选手，今日拢做好好这个练兵的这个比赛，啊，咱嘛相信马仔好好来应对，就当好好来做一寡表现吼。带走身边的垃圾，保持场馆的整洁，展现你的配合。我们期待再次与您相见。Have a good day。祝你今日愉快，并一路平安。好，咱先休困一下。刷得来飞起的，耶！耶！哇！你敢知影？万华旧名叫放假。欢迎各继续转来到咱公司台去台和华视做伙来转播的这场比赛啦吼。咱讲到这场比赛有影这个趴数顶级是较无共款的吼。啊，不是个咱嘛当看到讲咱14-0吼，这场比赛收下胜利，会当讲是互咱先稳定军心啦吼。啊，头拄老师嘛做一寡解说一下吼，就是讲咱今日4人投手，啊，甲咱的这个打击其实拢有发挥这个实力啦吼。啊，继续过来请教老师，就是讲咱马仔对韩国这场比赛，你有一寡看点无？对啦，你韩国有可能就是伫决伫决赛的时阵会个对着，有可能个对着，所以明仔载这场是较关键。是非常感谢今日大家收看咱马仔对韩国继续来见面，再会，拜拜。多谢，拜拜。